讲到秋天的美食，广东人会闻到又大又酱嘅大甲排，现正近视的人如忙也好，又搭个贵。台湾论10年来，过现学大脑海哦，尤其苗栗县有县政府过出价呢来推动，现时系台湾最主要学大脑海嘅位所。学本土的大脑海看起来非常个有生理好做，其实问题是多喎。脑海子爱意思中国进口，又抢2到3上学嘅上，学太也爱买，又并唔样进口落来嘅按太按便宜，许多用车夫上作业大乱推唔学嘅。本土大脑海还有别位个人的条件冇？来看俺哋嘅报道。秋天呢，一旦就係近視的人上腦海一定上嘅時節，其中大腦海韓國係一定一類。蟹膏很饱滿啊！哦，蟹油一直滴下來了。秋風起就這種東西了哈。也係苗栗市潭學大腦海嘅用車廠，唔單止學腦海嘅，因下來也做得現流現做現實。一通通調暗部對唔同項流行起來嘅大腦海，係生巴巴嘅，唔是講天初就係起呀。抓抓看啊，你自己抓抓看重量。我覺得國內飼養的比較放心啊，安全、乾淨，而且在台灣自己養，我覺得蠻新鮮的，蠻新奇的。本來都是大陸的嘛，好，那大陸那邊都很多訊息出來，造成什麼抗生素啦那一些，啊，我相信我們苗栗這邊，我們有信心。20年來，台灣改建育大腦海，尤其係苗栗縣，2012年提前嚴重劉政府改新聞嘅推動下，做得講係台灣育大腦海重要嘅象徵。苗栗縣韓屯上海開用太好及合作計劃，有專門嘅人來台灣搞安用嘅有內通嘅藥，還開發出苗栗亞能油嘅配方飼料，想提供苗栗用車夫來用，且對冇賣到培養事業。苗栗縣政府推動大閘蟹養殖，也已經邁入第4年。那我想，我們在這4年當中，我想在養殖的技術上，當然是由上海海洋大學的這個專家來協助。那在台灣的這個部分苗栗縣政府這一邊就協助他在養殖池的這個水溫的控管，還有就是像水草的這個繁殖的推廣，還有就飼料協助這個有關的抽檢，還有就是養殖期間的這一些的藥檢的這個管控。像係網友驗政府輔導以前係6年前學架吼，一個冇凊彩學，吼，乜個標水果呢，乜個東西，佢全部都唔錯嘅。自從苗栗縣政府前縣長劉政府縣長一開始叫我想我大力推廣呀，個大閘蟹架呢，其中去到上海同上海海洋大學都會做簽約，由技術簽約以後嚟，就同縣政府拜託佢過來搞我哋用學大閘蟹，第一唔錯，一定要種錯位，因為種錯位比料比糠，因為它有天敵，比糠。苗栗縣大閘蟹完全係由幾乎做嚟講係由海洋大學的技術轉移幫我哋來學，我以為我哋用專用嘅飼料，再用飼料，因為這個東西再用飼料之後，佢底部係抹解嘅營養成分都有，就像生野生油那樣嘅，抹解都有，故所唔會欠藥，唔會欠嘅。除了苗栗縣，培養是學大腦海嘅人，無地方政府來做本表山，捐靠自家單人通馬，自家堅持經驗。第二南係屏東學大腦海嘅人，學了6年嘅經驗，已產出一套優良。早期餵它吃是餵那個南瓜、玉米啊、紅蘿蔔、蔬菜水果類，是後期要催肥，要準備要出蟹要上市，催肥就是用魚肉給它吃啊。屏東天時暗夜，第二南提大腦海外賣前1禮拜，先屯一等流到屋度大溫嘅冷潮風，比講大溫度來提高腦海高。屏東氣候比較炎熱的關係啦，所以我們要出蟹之前，先把它抓上來做冷卻啦。
那利用冷却的方式去骗它，让它蟹膏蟹脚比较饱满一点，就让它感觉到好像秋天到了一样。台湾人讲到是台南海就是一等站的海面，联合国沙屯台南海列做100大热情活动，也从外来物传按到落来後，或者小片呢也對台灣的生態係一個大夾事。大闸蟹对台湾来讲是外来种，然后它又是世界上公认的100大个很具有危险性的外来种。这个不是说我们在危言耸听，而且是已经有斑斑可稽的记录，就是说在欧洲已经造成很大的灾害，在美国它已经入侵到五大湖，所以这些都不是说我们故意讲的很惊悚，就是要吓老百姓。英国他们那个船坞，还有黄波堤都被挖洞，因为这个大闸蟹它是有血迹的习性，所以它会挖洞，所以英国人想办法要把它毒杀，也是没有办法。文献上面有提到的是欧美国家有这样的情况，可能我们要跟他们的生活习性要先去了解，因为他们不吃动物的内脏，甚至连螃蟹这样的东西，我想他不会吃啊。在苗栗现有的这个养殖的这个部分，我们会尽到管理跟要求蟹农也要做好这个自主管理的这个工作。我想这样的话，在有效的这个所谓的生态养殖的这个管理之下，我想对苗栗生态，甚至对我们的大自然的生态，应该不至于会造成这个影响。100、500、600、900，因为我打上去走天咯。你走天挨到聊天，可能也唔可能都按到设施嘛，知道嘛？我有一个防桃的、防鸟的，走唔天啦。你走天挨到对农民是个很大的损失。再怎么样，我们也要把它防那个措施弄得好。过年你走天，老实话讲，走天其實它唔可以上咯。如果除了走路太可以让我上咯，不会。我个人的观念来讲是绝对不会造成这个什么农业的那种浩劫啦。我是觉得这个还好，因为我们养不大，怎么可能让它跑走呢？好，一个价钱那么高，我想这些专家有点过力了。这个都是一厢情愿，天灾这是不可抗拒的啊！你像天灾的话，你怎么就地震的时候跑出去的 ？OK， 很值钱呐。那你怎么抓？那假如说大家一次跑出去10万只，你怎么把它回收？只是少数的一些从事这个行业的，他们获利，可是他们造成的伤害是全民的，他们应该负责任啊。雖然學者見提出見過，唔過學台南海嘅鏡頭還係無退，就算冇講生態，喺台灣學台南海其實嗰種危機，對年頭意思，老孩子就愛意思對中國進口。以蟹苗來講，實在簡單，好，總係按台灣人項目多，好不夠成本，因為按台灣種加起來，冇一隻大陸學嘅合作說那麼多隻，因為它是大量繁殖。那我们在台湾，第一个没有办法大量繁殖的原因，主要也是量的问题啊。我每次只繁殖个可能几百只或几千只，那你成本跟它一繁殖就好几10万只，那一个那个大小不成比例的那个价差，当然相对了，我1塊2塊就有，你可能要10塊，那你自己繁殖根本划不來啊。講到台南海學嘅部分，咩冇問題。對老孩子學到太有好賣愛8張嘢，一期間學嘅上差唔多2-3成嘅，也就係講台南海雖然按好價，不過學嘅嘢實際賺到嘅錢根本唔多。當初開始學嘅時候，就講看網絡也得嚇，就講一學起來有錢賺啦嚇，做咧學當樣啊。其實我哋按用學嘅經驗來就啲哦，也存活率會冇咁高啦，因為而家到台灣冇用藥嘅嚇，嗰個用天然嘅方式學嚇。當然，佢存活率冇咁高。本嚟而家就為到也食品嘅安全嚇，我哋還係堅持冇用藥嘅，所以呢，佢存活率會較大。那面積較較細嘅人呢，就存活率冇咁高，以後佢就會變到像做供養嘅冇馬錢都又好賺啦。所以你等於就會講冇都冇學咁樣。4成啊，可是4成起來不是每次都這麼大隻啊。
那是因为你们看到的是我已经调好了，它也是小只的，甚至它比3两更小的，然后比3两更小那个是几乎没在卖，都是拿来送，所以毕竟你养起来它大小是不一定的。佢无简单能跳出太麻杂讲嘅太脑海有好买嘅，又要面对中国进口嘅价值竞争，平太嘅，人家就系便宜1/3到1半。大陆的养殖比较已经成熟，养殖大闸蟹成熟，他们地也大，然后呢，他们的所有的地方跟成本都会比我们来的便宜，还有养殖的那种环境，他们是比我们来的好的。比如说，我们放10万下去，我们的台湾的只有1成，但是他们可能有4到5成的那种成功率，所以相对的，他们的那个成本就比我们低。台湾是禁止进口中国太脑海，不过对2012年重新开放进口，进口量当然增加。即海关的资料，2012年进口中国太脑海290吨，去年增加到433吨，金额有1亿7000万元。喺台湾最大进口太脑海贸易上嘅蔡惠美，因为今年天初係油價無減，香港太脑海嘅生意還有幾好嘅光景。目前這2年因為刚开放3年左右而已，所以会慢慢持续增加，可能400、500、600、700，我们是看好这个产业的，因为国人已经慢慢在接受这样子的一个我们秋天我们就是要吃大闸蟹，这样子，所以呢，一般消费者就慢慢去接受它，所以到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会去买这些东西，所以数量会逐年的来增加。台湾肉太脑海深入按度挑戰，呢度用車夫上咗嘢大亂推，苗栗縣對90人戶減到存75戶。叫大閘蟹嚟講，因為佢存活率冇高嚇，不過就講加上也大陸進口嘅呢，大當便宜。叫做市面上嘅家私同我哋比，我哋係自己下批嘅家私啊，你當然會知道講按貴賣唔出去，問題我哋成本就係多個地位，因為存活率冇按高嘛，所以成本會較高。那譬如講，日本大陸嘅冇係用大魚當然就冇辦法再做下去啦。同港景一定好嘅下來比，屏東也下有8成就唔喐嘅，利用南岸上面人喐減1半，因為前世的人搶食常常吃到嘅太腦海。韓國如果好賣嘅時期，將短2張嘅天天，冇叫按多就唔驚賣唔利。最主要是後半段你要去販賣呈蟹方面因為你養殖的起來，你要販賣的部分變成你沒有什麼價格上沒辦法跟他做競爭那你能跟他做競爭，就是養殖過程最主要是透明看得見消費者看得到，在價格上。你没办法有竞争的优势自然而然，你今天产量这么多，你在贩卖上一定会有压力那会去考虑说是否要把产量减半让自己不要这么累大闸蟹，我们台湾再怎么用，假如我们不用自己的强项的话，我们是没有办法再继续发展的。那我也觉得应该会退掉，因为我们的成本应该是不会比他们低所以没有竞争力。太陽水用車夫小太腦海會用唔下去，由縣政府做本表山內苗栗用車夫，還係已有信心，因為是按肉減係台灣太腦海養人嘅素材。我哋喺度堅持冇用藥嘅用天然嘅方式做肉我相信台灣人還係會支持台灣人。按像我哋也買廠當然就還係當到人家本地嘅人我哋也消費。佢咪講佢睇到個生意就便宜，問題安全冇。唔講會影響冇乜影響，因為大家都講，哎呦，睇到個食得唔係咁樣嘅冇，係喺一般人咧，人家地位心態，係咧會講，哎，還是實安輕鬆嘅，因為一年是100年，他們對這個他會不會吝嗇的，就講因為我請好食咧，對身體好食咧，對身體健康咧，對喺一般唔會對有乜個問題嘅，還是會選擇我們苗栗大閘蟹。台灣有肉太腦海，唔顧中國落來按到太腦海。
台灣的食安藥檢係唯一讓人的素材。有消費者認為，一年搶食100，唔是講未愛食得安心，貴就貴到嘅冇要緊。不過沒有人知道，一年就是按呢1-2隻中國來嘅大腦蟹，應該也冇要緊。消費者也偏看冇要緊，也偏看也冇要緊。佢唔就係奈何冇要緊，看冇要緊，來嘅天上來大腦蟹睇台灣限曲嘅下希望。